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靈啱冇間嘅 channel。今日我哋想講嘅 Golden Future Oracle 係第37章 Intergalactic Travel Regard the Stars with Wonder。呢一張卡想講嘅係喺幾千年以嚟，人類一直都抬頭望星空，亦都作出好多嘗試想去探索太空。如果我哋想成功做到呢樣嘢，我哋首先要帶住愛、謙遜嘅心同埋一個正確嘅意圖，去到2050年嘅時候，所有嘅人都會擁有一個合一嘅意識。呢一個意識令到我哋可以有能力去到宇宙其他嘅部分，去同其他星際嘅朋友連結同埋合作。到時候嘅科學家會同天使合作，同揚升大師合作，亦都同其他星體嘅傳友合作。呢一啲嘅合作關係係非常之和諧。到時候我哋嘅科技亦都係進步到可以使用一啲全新嘅環保物料去製造火箭，亦都用一啲環保嘅物料去做火箭嘅燃料。呢一啲火箭會比而家嘅更加快，係一個令人難以置信嘅速度，可以將人由世界嘅一邊帶到去另一邊，亦都可以來往唔同嘅行星或者星體。喺黃金未來嘅時代，我哋就已經準備好，可以喺飛船上面去到宇宙其他嘅地方去探索，去探我哋其他星際嘅朋友，同其他星際嘅朋友溝通。呢一張卡亦都想提醒我哋，揚升大師 Commander Ashtar 呢一位嚟自金星嘅揚升大師，係負責管轄銀河系艦隊嚟保護我哋嘅地球嘅。佢亦都協助維持所有嘅宇宙之間嘅平衡同埋和諧。當你接觸第37張卡呢一張卡，或者你而家聽緊呢一個信息，其實我哋就自然收到 Commander Ashtar 嘅一個邀請。佢邀請我哋去連結佢，亦都讓我哋嘅光體去同佢一齊出遊，喺一個安全嘅空間或者安全嘅情況之下，你可以連結 Commander Ashtar。佢會將一啲閃靈靈嘅銀色光傳送到去你嘅頂輪，觸碰你嘅意識，擴展你嘅意識，令到你嘅意識可以開始明白到宇宙嘅運行。然後 Commander Ashtar 亦都用佢嘅光傳送到去我哋嘅喉輪，令到我哋嘅喉輪再一次說出真相。Commander Ashtar 亦都用佢嘅光觸碰我哋嘅心輪，喚醒返我哋無條件嘅愛。我哋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想嘅話，你亦都可以喺你心入邊接受 Commander Ashtar 嘅邀請。係咩邀請呢？就係邀請你跟佢上佢嘅母艦，一齊去協助佢嘅工作。我哋而家可以觀賞自己望住一啲星星，天上面嘅星星。喺每個千分之一秒之間，每一粒星星，每一粒行星，都係傳送緊一個好似脈衝咁樣嘅能量俾你，去歡迎你。你帶住喜悅同愛去接收呢啲能量就可以啦。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